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普悠玛火车并且事故到今仔日满2周年，所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特别默哀1分钟，向罹难者甲家属来致意。也毋过19号公布的调查报告，第一时间到底要对外说明无？这个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态度是反起反倒，而且要求家属都要签切结书来防罪。立委质疑这是咧恐吓家属。 默哀1分钟，好吧。2年前的普悠玛并且意外夺走18条人命，惨痛的经验，互人唔甘回想。也不过运安会用年外时间调查，结果却是无要公开说明。和立委质疑讲，敢讲是要轻轻啊带过？没有给行政院的长官看过啊，没有。所以主委你可以在这边保证说，以后也不会因为受到任何外力干扰而不会再这样子开记者会。这一次不会，下一次也不会。 立委当时提出一份切结书，讲运安会要求所有参加说明会死伤者的家属，袂使讲任何意见甲言论。若是讲到相关的消息，就要提出调查小组，还佫负法律责任。下骹佫有运输事故调查法保密条款，依照第31条规定，会使处60万到300万的罚款。你是要在恐吓家属吗？当我们把切结书给家属，没有任何人有意见，没有任何有意见，主委是你讲的。 这个意外伫107年10月2日发生的时，造成18人死亡，291个人轻重伤。过当年8月，运安会成立开始调查，用1年2个月时间，调查报告总算出来啊。运安会有提出50项直接的原因，包括司机员操作甲调度员协助等等。同时提出27项改善建议，除了交通部爱负起监督的责任，代替嘛有18项确实爱改善。另外，铁道局甲日商自由商社嘛有责任。要不今年5月份，代替台中成功站出现铁轨路长44公分，敢若通报不实，无马上的处理。听讲交通部长林佳龙真生气，一摆过一摆以外，嘛显示解决铁轨路安全的问题。未使搁钱。